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唔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命。你想要啥？我找电话。你想要创啥？我才感觉奇怪，怎么已经天下太平啊？原敢那也有妖怪，原来就是你这噪音啊！喂，你是老白讲啥嘞？我哪像妖怪？哼，你是迄老不修干你那尔，先乱乱伦，所说无胎，当然嘛是妖怪。你这妖女，为了你让个世间危害百姓，阮但是今日就收拾你，再来问你哪点做？等者，你要提我，我万一是不过的，你千万袂伤害伊的。哼，你不是妖怪，我无兴趣，你给我闪开！阿娘，你放心，你那尔跟他混去尔，暂时无什么代志。来，你要摕什么武器甲我决斗？你若做一个公平的决斗。我哪有什么武器嘞？无什么武器，好，你这妖女，我这边就拍你死。等下，我不搞啊！等伊是凡间的人，你是安怎要杀伊？哼，什么是凡间的人？你规身躯拢妖气，你要讲你是凡间的人，你敢看无笑？阿爹啊，你是在看啥啦？哼，你是先乱乱伦生出来，政治上分，你有什么话通讲？讲的啊，不管是什么人生的啦哈，伊是凡间的人，你就不应该杀伊啦。我得正信，你自信就难保啊！你讲什么无理查某囝？哎，报告啊！大家拢是好朋友，有啥物话好好讲嘛。赵信，你是要管你遐输？啊，管就管是要安怎？你安尼实在做无够意思，你知无？好，爱看到这本事人管无？我得支持啦！你甲你查某囝带走啦！无喏，伊就唔是我，莫讲讲啊，紧走啦！伊就紧走啦！行啦。我得正信，你莫走！赵信，放手啊！你放手啊！你莫笑想啦！好啊，赵信，你爱让我金刚棒吗？我得让你夹个爽。大家当啊！赵信啊，我这个金刚棒哦，无活动啦，84000斤啦，我暂时让你保管嘞。破狗啊！破狗啊！我还有手在当。阿爹啊，你是人还是鬼哈？啊，你哪样法师嘞？哎呦，你莫阁叫我阿爹啦！我问你啦，你身躯顶的这妖气是对倒位来的啦？哪有啦？我哪有什么妖气啦？哎呦！哎呦，迄妖气唔是讲用骗的就骗得出来啦。我看哦，归去啦，你先转来外遐再去讲来。袂用的啦，阿爹啊，阿娘要离遐人呢。哈，你放心啦，啊遐都有造势，遐个有赵大哥伫咧照顾就好啊啦。也毋过，我得正信，好了就好。
你这野路怎么走倒去？哎呦啊，破狗啊！你莫遐尔啊冲动好无啦？但即摆代志是安当咧乱吵吵，你嘛我咧想管嘛，想管是要怎处理才好。你免阁想啊啦，我早就替你想好啊啦。你赶紧将这野路除掉，甲我等下天庭认罪，无定着吼，会减轻你的罪行啦。啥话啊？你要叫我抬，这边哪有可能的代志啦？我绝对做袂到的啦！哼，你一家亲戚查某囝，你抬袂落手。好，我替你动手。来，等下，去上面。我讲诶，你真要变，你变你就来。不，你就是要睇咩沙刀啦？你真扑狗啊！讲咩啊？想袂到讲你也摆在我的手头一天哦。你到头要甲我讲破笑，我这精神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你好胆莫走，我等下吼来金光帮，咱再这3百回合。哼，我都唔要空架个，哦，等你老家死来拍我。哼，行，给我转来去。我根本只想袂掉。多是啦，今日过瘾无？多谢你教我哦，不管金光帮啊。别客气啦，我感觉吼，愈掠愈趣味啦。另外，我无时间吼，跟你算下来。你无要甲我算是无？我偏偏要甲你算啦。不，你是不要甲气死我啦？另外啦，你给讲笑啊，讲笑啊！好啦，我怕，按不你也敲在哦。我搞不能耍了，了啊！哎呦！阿弟啊，你是甲我带来这要创啥啦？哎呦，叫你莫叫我阿爹，你又搁叫我阿爹。来，你坐。我甲你算一下，算讲你身躯顶的妖气到底是对倒位来？阿弟啊，你的法术哪这么厉害咧？啊，一时啊变白头毛的老阿公，一时啊就搁变黑头毛的少年家啊！哇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变成乌头毛的少年家？阿弟啊，你伫琴走出来时阵，都是黑头毛的少年家啊！啥话啊？我也是对琴走出来啊！哇，阿弟啊，发生的代志，这一时啊，尔你哪拢袂记了了咧？我吼，和老大人啊啦，记忆啊比较较歹啦。有啊，来，你甲我讲，将恁厝内面发生的代志啊，对头到尾讲一摆，我听看嘛。关牛啊！关牛！林子，你敢出来？关牛是我的，林子，你敢出来？哈哈哈！好，你别吹掉啊！我看你要打倒去。你即马是咧讲啊？你免加仙啦，顶摆天手加少年，这摆搁甲查某尼哦，请甲回落咯。那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我咧讲啥？我咧讲你袂见笑啦。啊？你讲我袂见笑？要你上够看！哎呦！嘿，啊你要拍我，那无甲通知一下。哼，拍你就通知你啦。但一个人，无好甲你教是对不对？哎呦！哦，我是你娘哩呢，啊你愈拍才愈宽呢。哎呦，我才无用这计时头才袂使。啊！等下，你这是什么况？我当时甲你讲我是假，你即摆知我老孙的金光帮厉害啊！真衰，你拄着你这物件。哎呀，拄这开始要拍呢，你煞旋走，你们老趣味啊！原来是安尼哦。大呀！对大哥，我哪了要紧无？不管啦，你放心啦，你阿娘无要紧啦，伊只不过是暂时昏去。那安尼，紧甲我奶奶救醒啊！好啊。无啦，母完啦，你哦唔免遐尼啊急啦。你嘛知讲恁阿娘人身体无爽快，又搁伫咧破病，我相信啊，互咱咧休困者就好啊啦，吼，对无？吼。我了解，这我了解。
无管，咱先甲你阿娘回去后壁休困啦。哦。奇怪咧，是安怎咧前算万算，都算袂出讲这武元的阿爹到底是什么款来历？赵大哥，想袂到你竟然遮尔老，阁会晓法术，将阮阿娘救落转来。哈，这哪有啥？我会晓会法术，佫不止安尼尔呢。赵大哥，那安尼，你会当甲我教无？好啊。不管啦，这法术咯，毋是凊彩任何一个人拢会当学的。连讲若有机会，我再佫教你，好不好？真是啊，多谢你。莫客气。来这个老母，这死老狗，赶快出来！哦，讲啊这破狗哦，啊你一天干嘛定定咧来咧高高甜呢？哼！对啊，咱敢比想想者。免啦，是咧想啥？我若愈牛样，伊就愈唱秋啦。你也会记呢？这是我的地头呢，我都唔相信讲伊敢对我安怎。我讲，你莫出去，互我出来甲伊火就好啊。好你。死老狗，赶快出来！大空的啊！哎呀，佫有啥物代志哦？我得正信，我甲你哦，拍也袂过嘅，你爱相心酸的。来，免我大件300回合。啥货啊？大件300岁啊！你唔像慢慢讲，咪这老二死啊！哎呀，你会使讲变个少年模样，甲我拍，拄则你骹手袂歹呢，恁哦，过来互我拍一摆。哎呦，空的啊！拄则甲你相拍的人哦，唔是我啦。哈，唔是你，啊袂啥。哎呦，讲啊你这破狗哦，啊啥物代志哦，拢唔爱用哦清楚，拄着代志，当都拢煞对我这头壳顶来。你哦实在是哦，我甲你讲啦，对方迄个人哦，真正就是武元哦的亲生阿爹啦。我迄少年的功夫遮尔好，啊那你哦，才用10万8千里的。大空啊，啊你讲的意思，我唔做假路的款。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少年功夫哦，确实真好啦。唉，空的，即马讲这拢总无路用啦。你若真正有迄个本事啊，就赶紧去将迄个少年甲抓倒来，莫来定来到我这楼伫咧高高甜啦。哼，你当对我无用对付你是无？好，我即马就来呀，等下你看。喂，哎，先泡口罩。即马哦，会记啊拍头阵，时到咱才会收尾就好啊。哦，拍头阵。哎，拍什么头阵？也对。武元啊，但恁咱两人身体也无好，你唔着莫放伊家一个人等内面，紧入去甲照顾吼。哦。紧去。对啊，你是有啥物代志要甲我讲？啊，现在无要互武元来听到。废话，这代志当然嘛袂会听到。我甲你讲，迄个武元伊真正阿爹是要出现啊！真是的。我是听武元伫咧讲，讲迄个人哦是对待七仙球遐走出来，也毋过啊，伫咧武元的心肝，拢一直想讲我是伫咧变法术。我甲你讲，若讲武元迄真正阿爹，若毋是妖就是怪，伊也绝对甲咧七仙球有真大的关系。真是的哦，无怪哦，无怪讲这武元的身上有妖气啊。伊若知影讲伊阿爹哦是妖怪，一定会真失望对无？啥物才失望尔？迄口是对的哦。所以哦，赵信啊，毋管是安怎，这件代志咱绝对要保守秘密，绝对毋通互因母仔囝知影，你知无？我知啦。啊，刷落，咱要安怎做啊？安尼啦，但即马啊，迄只破狗哦，拼去苏州就要掠迄个水源啊，也咱啊，就安尼将错就错。我是继续来无将水源，也留因母仔囝担心牛边，互我来甲伊照顾。另外去苏州哦，去走一转，去调查，看到底是安怎才有讲。
无，到时不管人问我讲去对，你是要安怎应付伊啊？是，要不安尼啦，你着编一个故事来骗啦，等下伊无水的中间你才偷偷选去啦，吼。这，无安尼嘛好啦，我来去啊。去。见面，明明是见面。赵大哥，不管，是你啊！赵大哥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要去办代志啊。赵大哥，我知影，你要去苏州对无？啊，我，无啦，我若要去苏州哦，我就带你去啊。赵大哥，你莫阁骗我，我啥物拢知影。你知影，你是知影啥啦？庙内迄个根本都毋是阮阿爹，阮阿爹是一个妖怪，对无？我真是想袂到，这20年来，阮阿娘思思念念的，竟然是一个妖怪。无管，感情这种代志，本地就是真歹讲。若正经甲伊一个人的时阵，根本袂去插讲伊是啥款的想法。赵大哥，我要转去苏州，你带我转去好无？哈？你要转去哦？嘿，安尼敢好哈？我看你还是留踮喺恁阿娘的身躯边陪伴伊，安尼比较安全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阮来替你处理就好啊。啊？我袂啦，我袂放心阮阿爹啦。嗨，无怨啊，你放心啦，阮若掠着恁阿爹吼，阮袂甲伤害啦，哈。我讲的是春风阿爹啦，我迄妖怪阿爹要甲伤害，我一定要转去甲阻止的啦。这。婉妞，无完啦，无完啦！欧阳，你倒转来遐？好说，你有看到婉妞甲无完无？无咧。那呢？你敢有看到迄水件？无。共款无？那呢？伊是会走去倒？袂个，我会出去找看下。出来！你春龙，婉妞你藏在倒位？婉妞已经嫁我，伊是我的某，伊甲你已经无关系啊！我即马无咧甲你讲道理，我也无咧信你一套。我即马需要的啦，婉妞伫倒位，你紧甲我带出来，若无我对你无客气。你若要杀我，你就做你动手，我甘愿死，嘛袂甲母囝送去。你就是讲我唔甘心。虽然你袂用杀伊啦，你母，你先不要去啦。虽然婉妞真无简单，这20年，等下你这阵才倒转来，啊你若杀人犯法，你叫伊母仔囝以后要依靠什么人呢？你是咧黑白讲啥？婉妞是我的某呢，你竟然叫伊去挖好别人？姑爷，婉妞这20年来受你的折磨，也无教训，你来买借这个机会，归去成全因啦。成全伊，伊是安怎无爱成全我？虽然20年啊，你已经失踪20年啊，你是安怎讲要倒转来？假使你真正若要倒转来，你应该踮咧20年真正就倒转来，啊免害甲大家拢倒过20年。你就去将婉妞交出来我。其他的代志你免管，你也无资格通讨。你这人哪会这样阿爸？阿爸就阿爸，你人若是无交出来我也叫更阿爸。你想讲你阿爸，我就会惊你心。加加我就是条命，甲你命。若讲你离我的面前来，基本的比这狗也更加不如。你凭什么跟我命？好，你等我，你真正走吧。哎呀，虽然你走啦，你免惹代志啦。你不，这无你的代志。你免惹代志啦。你休困啦，你哎，我要跟你拼个生死。你听嘛，我甲我好好甲你修理一下。
来啊！我顶看者，我顶看者。无啊，你过来，伊毋是人，你袂记过去。阿爹，伊毋是你阿爹，我才是你亲生的阿爹。你莫听伊胡骗讲，伊真正不是人，伊是妖魔鬼怪，我是妖魔鬼怪。这20年来，你是安怎认定我囝？若要讲起来，你才是真正的妖魔鬼怪。我来，过来这边，咱做面来去找因阿娘，咱两个一家团圆。我袂用，我知影我对不起你母仔囝，要不我阿爹绝对袂骗你。你真正不是人，你实在是真够啰嗦。我这个话要甲你拍死！你袂听我阿爹？你讲我即摆阁用袂清楚是？伊毋是你阿爹，我说是真正你的阿爹。我知影你是我的阿爹，啊不过，伊嘛是我的阿爹。我敢会伊的目睭金金，看你两个互相战杀心。好，我即摆就看你的面子。只要若将你阿娘交出来，我就放一条活命。阿娘伊，无啊，你袂应该甲伊讲啊，想做哪袂讲。刘大哥，哎，莫怪啊，莫怪讲这林夫人哦，伊去认着啦。嘿，你看阮迄个大吼，袂输一个无爱认出来共款。你讲，你到底是何方的心情？你修道的人无伫青川拿来好好修行，你是走出来甲人学啥物风流啊？爷你即马是伫咧讲我，爷你啊，你家己是一个修行人，是安怎你唔当青川拿来好好修行，但则教阮查某囝咧高高低？你是咧学袂讲啥？我是甲不管了斗相共咧，我哪有对伊高高甜啊？好啊，你若真是有心要甲伊斗相共，你替我甲伊扛者，甲讲，叫伊甲我讲看因阿娘伫咧倒位，带来去找。虽然啊，你心肝内应该真清楚才对呢。你甲李月玲是袂用咧做伙，你还是听我的口诀，成全伊啦。安尼吼，你的罪过会当减轻淡薄，你知无？朋友啊，你饭加食一寡，营养素减插一寡，也若无，哼，连你我都对你无客气。你这样咱话避免就避免，哪要紧啊？赵公主，你紧带无安走，你毋是伊的对手啊。你莫看鸟无点啦，我才无像你遐尔笨头。也意思说你毋真敖的款，也若敢要插营养素，我就真正对你无客气。来啊！你出去！来快下！赵公主，紧带无安走，小弟走啦！你慢走，你慢走！小弟，赶快！好大力度，慢走！刘大哥，这是什么所在嘞？这是恁兜灶骹的灶空嘞。阮兜灶开灶空。无毋对。刘大哥，啊，咱是来这要创啥啦？不管，我去互恁阿爹拍着伤，所以我一定来找一个所在来疗养。什么？伫遮疗养哦？无毋对，感觉你毋捌听人讲过，上界危险的所在，嘛就是上界安全的所在。恁阿爹千算万算，伊绝对算袂到讲咱会变伫遮。刘大哥，袂用的啦。假使讲也有人起火煮饭，咱毋就伫遮互烧烧死？无个，凡间的茶会，我都就办休息。对了，无个，伫我的小阿未好进前，无论讲发生啥物代志，你千万别当出去，知影无？是安怎嘞？即马虽然讲你身上还阁有妖气，也毋过你还阁算讲是一个人。假使你若去互恁阿爹找着，伊就会将你变做一个妖怪啊！讲啊，赵信哦，这个人哦，实在真正也袂可靠你啦哈！啊，去苏州调查一个案件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拢总无消息，啊，到底毋知是创啥货啊？啊！哎，阿妹啊，哎，当你是咧创啥的啦？啊，你哪会讲拼落来啦？啊，我来保护你啊！歹只破搞讲要来抓你，我袂放心，毋知赶去对后壁吼，落来找你啊！你啊，你也无任务，玉田哪会准你的教来校案？我也无甲玉地请假。你无甲请教？哎呦，阿妹啊，啊你无请教，用咱拼落来，这罪哦是真重了。哎呦，这边哪会怪我啦？啊，人我本来
袂请假，啊玉帝就走去味啊，所以吼，我才甲你放假。啊，玉帝是安怎来比去？啊，煞唔知哦，迄只破狗啊，踮咧玉帝的面头前啊摇把叉，讲要掠你啊，佮造型转去规案啦。啊，玉帝吼怎气一个吼，走去味起来。啊，伊讲吼，这项代志伊无爱插啊，随在咱去车盘饼啊。哦，安尼我知影啦。对，讲到这项代志，我才想到，你安尼吼，伫凡间拍查某这条线吼，我哎呦，我呀，实在是有影冤枉啦！啊，你若唔相信哦，你用去问造型啦。我怎么咧惊唔知咯？我去问造型，哈，你甲造型吼，一个当机一个倒头，你实在讲是买来，伊当然嘛是暗号你。要无你用去问迄只破狗啊，迄只破狗上爱害我啦，伊无可能替我讲话啦，你问伊上界标准啦。问破狗，啊对，哎，这破狗下方我要来找你的麻烦，啊，即马人咧？你也算唔知哦，伊即摆去查着真正的罪过无手啊，伊即摆去掠人啊，伊哪有用通来遮找我？安尼听起来，老诶，啊，你唔真正受冤枉的呢吼？你讲，袂用的，虽然你袂用太春风的啦，虽然你袂用将春风太死啊，虽然。你话啊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啦？虽然，我求你，你千万袂用甲春风太死，你袂用甲春风太死啊！我求你。这。阿某，我对。什么对啥？哦，我是想讲哦，你安尼三不五时啊，风骚一个娘，想袂到你查某带来藏伫迄庙，你伫迄庙甲包起查某。夫人，我知影，我甲水源斗阵，实在是真对不住你。也毋过，阮两个是真心相爱，请你原谅。哎哟，你这个查某人啊，你实在实在有够戆的呢哈！你看起来安尼生做遮尼啊水着，你要嫁甲什么款的缘投的少年人嘛有？你趁着甲阮这颗老狗在那高高甜。夫人，我知影虽然有某了后，我嘛有想过，我应该甲伊切断关系，袂用搁再搅了恁翁仔某的生活。我就是无办法将伊放袂记。哎呦，你哪会遐尔啊戆啊？别人你唔去爱，偏偏去爱一个妖魔鬼怪，你实在是有影，唉。你唔是水源，你绝对唔是水源。你到我即马才认出来啊吼！早我就甲你讲过啊，可惜你都拢唔相信我的话。那后边，那安尼，你甲水源有啥物关系？我甲伊含啥关系嘛无。那无，恁两个人哪会生做这空呢？安尼我知啦，一定是我伫咧苏州的时伤过出名，名声伤过透，人生做漂泊，又搁遐尔啊缘投，所以遐妖魔鬼怪才会变成我的模样来伫欺骗你的感情。好，我会吐哦，讲甲较尔啊好听，莫搁假落啊啦。好，恁两个真够演戏呢哈，一个做小生，一个做小段，搁演甲敢若真的咧哈，莫来这套，我袂中恁的计啦。哎呦，阿某呀，我即摆讲的话拢过是真正的啦。你若唔是唔相信你愿意去苏州一逝，无听遐妖魔鬼怪嘛，即要出现啦。你这逝去反正嘛去拄着伊。真是嘞。你莫烦恼，若无我带你去苏州，好无？哎呦，你原谅啊，迄个所在你绝对袂用去啦，因为是真正是一个妖怪呢。就算讲伊是妖怪，我嘛袂后悔。我甲水这世人的情分，已经是切袂断啊。不管我甲伊斗阵，会变成什么效果，这拢是我的命，我绝对袂后悔。人咧讲爱得较惨死啦。闹你这款查某，生做遐尔啊戆的。戆啥？你是别人别人。你原谅啊？来，我带你来去苏州吼，找恁迄个水源的。假使讲恁两个人若真是有真心相依啊，我会当做主，互恁两个人吼做伙。多谢。哎呦，差伯啊，唔对，阿某的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黑白母啦。无你的代志啊，这是阮查某人代志，阮查某人家己解决，你莫插嘴。原谅啊，行，咱来去。
哎呦，打这下哦，安尼去啦，去了啦。这下若讲阮茶爸哦，变去苏州母来去哦，苏州哦，绝对哦会闹得滚滚啦。这安怎？感觉足奇怪遐？这叫做法术啊！啊，那你迄个爱人妖怪虽然哦，一定嘛会晓。我嘛唔知，我根本就唔知影伊是一个妖怪。哎呦，讲甲你这做人吼，敢若还顾谈恋爱啦？啊，恋爱咧谈袂起的时吼，连家己吼的爱人是妖怪你都唔知哦。夫人啊，哎，你是走倒去啦？那可即摆才倒转来。二母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恁哪会遮紧张？啊，就迄个随缘找无你来找高爷算账，结果两个都拍起来呢。啊，唔知安怎拍哦，我一表一百斤安尼，高爷我拍甲规身躯飞到搭地啦，剩一口气滴的啦。春风，你有要紧无？我带你去互大夫看。来，行。我娘唔了，我无救啊！春风，拢是我害你，拢是我害你的，我对不起。我娘，你莫安尼讲，这拢是我这20年来认知你的报应，我袂怪你。春风。想要到我要死啊！还阁会见到你一面，我足心愿意足啊！春风，你莫阁讲，你莫阁讲啊！我若无讲，就恐惊还无机会通我讲啊！我哋恐惊你袂相信，我真正足爱你，你知影无？我嘛想要好好来对待你，也不过大家，我若想到你心肝内所想的拢是迄随缘，我都怨到甲强要掠讲，而且不是啊，拢甲你欺负，你敢会用原谅我？春风，是我对不住，唔是你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你也无需要责备你家己。其实专心爱一个人，也并无啥物唔对。是我无迄个福气得到你，这袂去怪你。我娘，我要死之前，想要求你一项代志，你会用答应我？你讲，我一定答应你。真是，那你答应我，我若死了后。你去找一个温柔体贴、会当好好照顾你一世人的人改嫁，千万唔通搁甲迄个随缘斗阵啦，好无？这，婉娘，唔是我著要死啊，还搁咧怨妒你甲随缘的感情。伊唔是人，伊真正是妖怪，你袂去甲伊做伙啊，婉娘。我知，我知呀。春风，也好好保重。我你先转。刘大哥，你听看卖，我听到阿娘大琴的声呢。这哪有啊？有啦，你真少听看卖呢。无啊。有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阿娘转来啊。搁伫后尾巷咧弹琴。阿娘，有啊。
你听我讲，因阿娘即摆土地公庙，伊也无法顺，哪有可能转来？伊一定是思念恁阿娘过头，才会忘记讲听着伊的琴声对无？啊，毋过我真是听到呢。好啊啦，你莫阁想遐尼济，即摆已经真晚，你还是赶紧休困。来。 无怪，无怪，我毋是甲你讲的，袂用你出去。你是安怎？袂用你出去？无怪，无怪，对，你袂用你出去。无怪，哎呀，无怪，无怪。 我你袂用出去啦！我你袂用出去啦！你好子，无啊！ 我抬点，我抬点！夫人，你看了安怎？春风敢讲有救？唉，恁迄个妖怪爱恁啊，这心肝有够俗的啦，甲恁翁的心命已经切掉啊！还剩办要叫恁翁去阎罗王遐报道啊啦！夫人，我求你一定要救春风啊！对对，哎哟，我要他都有办法啦！有啦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你会晓法术啊！你一定会使救春风！我求你救伊！哎哟，你原谅啊，你是讲对啊，讲唔对啦哈！啊，你敢毋是一心一意吼，想要缀迄个妖怪爱恁啊走？啊，恁翁若是死的时，安尼就上界拄好，安尼就无人会当阻挡你甲迄个爱恁啊妖怪走，安尼气嘴长着老爸爸啦！会的，我甘愿无迄个随缘做伙，嘛袂互春风死。哦，啊，听你安尼讲，啊，你毋着要选择恁翁，无爱缀迄个爱恁啊妖怪走咯？我嘛无可能将随缘放袂去。哎哟，啊，讲甲你这查某人吼，实在吼，足矛盾、足奇怪的哈！啊，翁婿爱恁，啊，你到底是要选倒一个啦？我嘛唔知。啊，你唔知哦？嗨，唔知我甲你讲，那这爱恁吼是吼足有情的，翁婿呢是有义啦。哎，啊，讲起来吼，你嘛足幸福，啊，足好命的哈！夫人，你敢知影？这20年来，我活伫咧因两个查甫人的中间，我有偌痛苦。安尼若是叫做好命，我甘愿歹命。哎呦，好啦，你莫哭啊啦！哎呦，你都知我这个人心肝软啊，看你哭，我嘛强要哭出来。好啦，我抱你一边啦，我甲恁翁救起来。真是嘞，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。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就去灶口要去药来，互高爷啉，我见到迄个，敢若小野斗
伫迄九公主死伫你手下的啦！好啦，哎呦，安尼变成安尼啦！哎呀，少年的啊，是安怎啦？九公主，你是安怎会昏倒忝遮？无案毋是甲你做伙，伊即马人呢？我还叫伊迄妖怪阿爹用无名团脑叫出去啊！你讲的，敢是水言？无毋对，无管本地人好好，要不伊一听到迄个妖怪阿爹咧叫伊，伊个人拢开始变啊，连我拢嘛袂认的。我要阻止伊出去，想袂到讲伊雄雄出手甲我拍，所以我毋使昏倒伫遮。这无怨哦，绝对互迄个妖怪阿爹哦，自言魔性哦，甲引出来。伊即摆已经变成哦，迄个真正妖女啊啦！这要哪有可能呢？是安怎无可能？啊，你是人呢？恁迄个爱人哦是妖啊！啊，恁两个做伙生出来的囡仔，一半是人，一半是妖的母胎啦！啊，亲像这种囡仔哦，若伫这个凡间生活的时哦，就甲一般的人同款。啊，假若讲哦，去互迄个魔界人接触到的时，伊这个魔性就会发作，就会变成妖魔鬼怪啊啦！这要哪会用的啦？袂用的，无缘袂用变做魔怪的。嘿，当然，啊，你是要去倒啦哈？是啊，有原本就是一个真单纯、真善良的姑娘，我袂当互伊变做妖怪，我就要来去阻止。哎呦，啊你都唔知影讲无缘，和迄个妖怪的老爸哦藏伫咧倒位，啊你是要去倒找啦？是啊，就算讲找无，我嘛就爱找啊。哦，少年人。夫人，顺风就麻烦你甲我小照顾去，我嘛要去找我。哎呦，你莫去斗老练好无啦？你哦连苦踮咧厝的哦，好好顾恁翁，啊若要找伊代志，阮来去找较紧啦。赵神啊，莫搁叫我啦！就算哦，你从南后放我破去哦，嘛无常常将迄水源哦找到出来啦。发哥，你是不是要甲我俩转去天庭啊？嘿，你放心啦，我即摆对掠恁哦已经无兴趣啊啦。无你来苏州是要创啥啊？哦，但是妖怪啊！我听讲哦，魔像福德正神的妖怪哦出现伫咧苏州，所以哦，我专程来苏州找伊下落呢。啊你掠着后尾啊？哎，规个苏州城哦，我评估要找3遍啦。啊，伊这妖怪哦，袂输的哦，消息共款啦。我搁安尼找哦，都找袂到啊啦。安妮啊，你亲像有啥物心事？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啦，你好好休困，你唔免烦恼。你老实甲我讲，是毋是迄个水源过来找你啊？婉玲，春风，你这是咧创啥咧？婉玲，算我求你，你莫搁甲迄个水源斗阵好。婉玲，春风，是安怎到即马，你还是袂了解我？我若是有心事的时阵，你就认为讲我是伫咧想随缘的。是的啦，婉玲，我真是毋知影你有啥物心事，因为厝内你拢毋捌甲我讲过。那安尼，我即马就甲你讲，有啊，已经去互随缘带走去，到即马还阁找袂到人影，我一个心肝安尼乱糟糟，你知无？无缘互水源带走去啊！婉玲，你先莫烦恼，无缘是水源的查某囝，我相信伊袂伤害伊才对。你放心，我即马马上派人去找吼。春风，你有这个心就有够啊！你的伤要袂好，我看你还是伫遮去休困啊。我无代志，我拢好啊，我无代志哈。春风，你莫伫遮坐，无缘失踪人，紧甲我斗相共出去找啊！哎呦，免找啊啦，免找啊啦！什么鸟厝啊、空死人骨头空，拢去变，拢去挖啊啦！找无就找无啦，搁找嘛无路用啊啦！要哪有可能会找无啦？敢讲无其他的办法啊？啊有喏，太无。除非哦，咱知影讲迄个水源的来历，啊，若知影伊的来历的时阵哦，就知影讲伊藏伫倒一个沼窟。哎呦，安尼毋是搁较歹查？这林慧英除了知影讲水源欣赏伊的心意，才会甲伊熟悉以外，伊剩的啥物拢毋知影，这是要为对查起啦。啊，对啊，我亲目睭看到迄水源
为迄台车钱钱内底走出来，敢讲甲迄台车现金有啥关系？迄台七现金即摆伫咧倒哈？我唔知呢。唔知，问你哦，你有讲对有无讲嘛？我知啦，我知影放伫倒位。妹夫，你哪会知？就迄天我伫灶骹拄到水源，伊甲我讲哦，高爷一直要将这个琴烧掉，叫我想办法甲藏好顾掉啊！你知影伫倒位，毋着赶紧摕出来，害阮啊坐甲共要起笑。妹夫，你将琴藏喺台，你赶紧去摕出来。好，我来摕。喏，伫遮啦，这台啦，就是这台琴。好来，紧放落我看卖咧。哎呦，夭寿哦！这台古琴哦，已经是有灵性啊呢。这内面哦，无妖毛怪。我安尼啦，我入去内底看。虽然你为啥要走？不管。不管。大哥，我哪里遮咧？有啊，是阿爹带你的。阿爹。不管。刘大哥，我敢若是做面梦，将你拍着伤对无？不管，迄毋是啊，你真正将我拍着伤。真是的哦，还安尼咧。迄是因为你中着恁阿爹麻烦，所以你才认真的我。咱即马赶紧来走，莫叫恁阿爹控制掉。等下，少年的，我是答应讲你对阮查某囝真情分上，我嘛会甲你计较，但是你毋通知好歹，当才要伤着阮爸仔囝的感情，若是无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你以为伫遐危险啊？就算讲我牺牲这条性命，我嘛要阻止你将武元变做妖怪。哼，那安尼上摆好，武元将伊除掉。武元，武元，少年的啊，少年的！哎呦，你甲看啦，讲到这少年人吼，做代志实在是足糊涂的啦。怎么内面是啥物情形？是坏是甜，嘛爱出来甲咱讲一声。唉，夫人啊，你毋是共看会向看孙，你敢会用入去看卖者？是啊。哎呦，我哪会当入去吼？哪着互你讲到安尼喙甲全破啦？真歹势，这部法术吼，我袂晓啦。夫人啊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赵公主已经入去遐尼久啊，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咧？规气安尼啦！夫人啊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是要创啥的？内面的人也袂当出来，我也袂当入去啦。关去我做法吼，甲这台琴吼变开啦。夫人，你这是创啥嘞？阿娘，母啊，赵公主是你的恩情啊，你哪会使对人安尼？因为这袂当怪无我，伊拢是受到伊妖怪阿爹的控制，伊才会变到安尼死。刘大哥，你有安怎无？我刚甲你拍着伤。我无事。虽然母元是你的查某囝，你要哪会害伊咧？你莫听你小姐了白讲，武元是我查某囝，伊天生就是魔界人，要咱讲是我害伊。你是讲对毋对？假使讲你若卖来搅扰伊，伊永远拢是一个平凡的凡间姑娘啊！虽然赵公主讲的是毋是真的？无唔对，武元伊本来就是魔界人，伊身躯顶内血，一般就是魔界血，只要我来甲伊点咧，伊的魔性随时就出现啦。